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秒懂新聞。呢節想同大家分享一宗發生喺2018年嘅醫療悲劇，喺2026年1月5號，終於喺法庭上畫上一個令人難以接受嘅句號。呢位93歲嘅整形外科醫生李宏邦，涉嫌喺尖沙咀診所為一位52歲投資銀行女高層張淑玲注射肉毒桿菌素，俗稱 Botox 之後，導致佢死亡。經過漫長嘅調查同審訊，最終刑事控罪全部撤銷，誤殺罪判無條件釋放。呢個結果一出街，即刻喺網上引起軒然大波。好多市民覺得公義唔止遲到，簡直係永遠都唔會到。網民紛紛喺社交媒體上發聲，有人話一條人命就咁算數，有人質疑醫生做到咁老，監管點解唔加強？仲有好多人覺得法律制度有漏洞，讓一個明顯有疏忽嘅醫生逃過懲罰。呢個案唔只係一個家庭嘅悲劇，更反映咗香港醫療美容行業嘅隱憂，同埋公眾對司法公正嘅期望。講返呢單案嘅始末，一切要由2018年11月11號講起。當時張淑玲係一位事業有成嘅私人銀行副總裁，生活穩定，家庭幸福。佢去到李宏邦位於尖沙咀格蘭中心嘅診所，原本只係想做一個常見嘅美容療程，注射 Botox，減淡皺紋，提升自信。呢種療程喺香港醫療美容界好普遍，好多人當係日常保養。但張淑玲唔知呢一次注射會成為佢生命嘅終點。根據法庭證供，李宏邦喺療程中使用咗多種鎮靜劑，包括米達佐倫、氯胺酮同安定等藥物，目的係讓病人放鬆。但問題就出喺呢度，李宏邦冇準確確認張淑玲嘅禁食狀態，同埋佢之前有冇服食其他藥物，就直接進行鎮靜程序。療程期間，張淑玲突然出現呼吸困難，氧飽和度急降，但李宏邦冇即時監測氧氣水平，冇提供氧氣供應，仲冇使用鎮靜劑嘅拮抗劑去逆轉藥效。結果張淑玲好快就陷入昏迷，送去醫院急症室之後，第二日就已經離世。案發之後，警方即刻介入調查。李宏邦喺接受問話時，向警務人員提供咗虛假資料，聲稱張淑玲係因為哮喘病求診，而唔係做美容注射。呢個行為被指係企圖誤導警方，避開責任。調查過程中，警方仲發現李宏邦嘅診所記錄有問題，涉及19種危險藥物，佢冇備存登記冊，或者冇用指定格式記錄，包括安定、米達佐倫等高風險藥物。呢啲違規行為構成咗額外嘅控罪。律政司起初控告李宏邦一項誤殺罪，加上另外21項罪名，包括2項企圖誤導警務人員、12項冇備存危險藥物登記冊，同埋7項冇用指定格式備存登記冊。呢單案喺2019年開始提堂，拖咗好多年，先係喺高等法院審理誤殺罪部分。喺2025年10月，高院陪審團開始審訊。由於李宏邦當時已經93歲，患有嚴重認知障礙同失智症，辯方呈上精神科報告，證明佢唔適合答辯，意思係佢無法理解控罪內容，無法有效自辯。法庭接受咗呢個評估，轉而只審視佢有冇做出涉案行為，而唔係傳統嘅有罪無罪判決。陪審團經過審議，一致裁定李宏邦喺療程中犯咗嚴重疏忽，冇監測氧飽和度，冇提供氧氣或者解藥，向醫院醫生隱瞞用藥資訊，仲向警方提供假資料。呢啲行為直接導致張淑玲死亡，等同非法殺害。但由於佢唔適合答辯，法官郭啟安喺2025年11月判處無條件釋放。郭啟安法官喺判詞中強烈譴責李宏邦嘅行為，話佢違背咗作為醫生嘅責任，隱瞞關鍵資訊，損害咗病人同其他醫療人員嘅信任。更嚴重嘅係，呢唔係李宏邦第一次出事。李宏邦嘅過往紀錄早已經俾人質疑佢嘅專業操守。2003年，佢為一位71歲女鋼琴教師林敬芳做腹部抽脂手術。手術期間，林敬芳突然呼吸困難，陷入昏迷，最終不治。調查發現，李宏邦用咗過量止痛藥，診所設備不足，仲冇準確記錄病人資料，甚至連病人嘅真名同年齡都冇清楚掌握。2009年，醫務委員會就呢單事故舉行紀律聆訊，
裁定李宏邦專業失德，5項指控中有4項成立，包括冇準確保存病歷、冇跟從麻醉指引、冇足夠急救設備等等。結果佢被罰停牌5個月，另加譴責。停牌期滿之後，李宏邦當時已經77歲高齡，仍然選擇復牌，繼續從事整形美容工作。到咗2018年，佢86歲又重蹈覆轍，導致另一條人命喪生。郭啟安法官喺判詞中指出，2009年嘅停牌已經係一個嚴重警告，但李宏邦冇吸取教訓，冇改善診所程序同設備，反而繼續高齡行醫，行為實在難以接受。呢個判決一出，公眾反應極度強烈，網上討論區、社交平台如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到處都係批評聲音。有人話，醫生做到90幾歲仲做高風險療程，點解醫委會唔永久除牌？有人感慨受害者家屬點算？刑事冇懲罰，公義喺邊度？好多網民覺得呢個案暴露咗香港醫療美容行業嘅監管漏洞，醫生冇強制退休年齡，美容療程涉及藥物同麻醉，但冇專門牌照要求，只要係註冊醫生就做得。呢種情況容易導致疏忽事故。仲有意見認為法律上嘅不適合答辯機制，雖然係保障被告權利，但係呢單案就俾人感覺係一個逃擲嘅後門。尤其李宏邦案發嘅時候已經86歲，之後拖咗7年先審結，期間佢嘅精神狀況惡化，等於拖得越耐越有利被告。網民嘅憤怒唔只係對李宏邦個人，更係對整個系統嘅不滿。到咗2026年1月5號，案件喺九龍城裁判法院再提訊，另外21項控罪正式撤銷。控方表示，經過向律政司諮詢法律意見，考慮到李宏邦嘅身體同認知狀況唔適合答辯，所以申請撤回所有控罪。裁判官陳志輝批准咗呢個申請，意味住李宏邦刑事責任全部清零。呢個消息一傳出，又再一次喺網上引起熱議。有人話嘩然，一條人命就咁放過咗；有人諷刺，做到老做到失智就冇事。公眾嘅反應咗大家對公義嘅追求，唔只要真相大白，更要負責任嘅人受到應有懲罰。但現實係，香港法律基於普通法原則，強調被告必須有能力參與審訊，否則就唔可以繼續。呢個原則喺其他普通法地區如英國、澳洲都適用，目的係保護弱勢被告，避免不公。但係呢單案佢就成為咗爭議焦點。雖然刑事部分結束咗，但呢單案冇完全落幕。張淑玲嘅遺產執行人一直積極追求民事索償。2019年同2021年，佢哋已經入稟高等法院，向李宏邦本人、佢太太李劉慧珠、兒子李明星以及診所公司 Franklin WPLS Surgery Limited 追討賠償。2025年11月，又加告診所公司，話公司疏忽，允許缺乏設備嘅療程進行，延誤急救等。呢啲民事案已經合併，排期喺2026年4月24號喺高院審理。如果勝訴，賠償額可能相當龐大，包括死亡補償、遺屬經濟損失、醫療開支、精神損害等等。通常醫療疏忽死亡案可以達數百萬甚至過千萬。民事索償嘅好處係唔需要證明刑事罪行，只需要證明疏忽同因果關係，就有機會追到錢。更重要嘅係，法庭可以發出凍結令，防止被告轉移資產。如果證明轉移有欺詐意圖，甚至可以構成刑事罪。雖然有風險，例如被告申請破產，但香港法律有機制追討破產前5年內嘅不當轉移。呢個部分先至係張淑玲家屬追求公義嘅最後希望。回顧呢單案，唔難發現李宏邦嘅行為唔只係一時疏忽，更係長期累積嘅問題。作為資深整形外科醫生，佢有正規資格，但晚年冇證據顯示佢有系統進修新技術或者改善安全措施。相反，佢靠舊有經驗繼續操作高風險療程，如注射 Botox 配鎮靜劑。呢種做法喺醫療界被視為危險，因為鎮靜劑混合使用容易導致過度鎮靜同呼吸抑制，尤其病人有未知藥物互動。法庭證供顯示，
李宏邦冇跟從標準指引，例如美國麻醉學會或者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嘅建議，必須監測氧氣水平同備急救設備。呢啲疏忽唔係新手錯誤，而係一個資深醫生嘅失責，公眾嘅譁言，唔止停留喺情緒層面，更推動咗對醫療改革嘅呼聲。好多醫學界人士同團體喺呢單案後建議醫務委員會加強監管，例如設高齡醫生定期評核制度，美容療程需額外培訓證書，延長停牌期同永久除牌門檻。香港醫療美容行業發展迅速，每年有成千上萬人做類似療程，但監管相對寬鬆。政府同醫委會如果唔借鏡呢單案，未來可能有更多類似悲劇。張淑玲嘅離世唔只係一個數字，更係一個活生生嘅人，一個家庭嘅支柱。佢嘅故事提醒大家，醫療唔只係技術，更係責任同信任。呢單案嘅終結雖然俾人感覺無奈，但佢激發咗社會對公義嘅反思。網民嘅聲音雖然分散，但匯聚成一股力量，推動變革。希望張淑玲家屬喺民事官司中得到應有補償。希望李宏邦嘅案例成為醫療界嘅警鐘。公義或許遲到，但透過持續努力，總有到達嘅一日。呢個案件提醒大家，選擇醫生同療程嘅時候，必須小心查清楚背景同安全措施。最終呢單悲劇唔應該白費，讓佢成為香港醫療系統進步嘅動力。多謝大家聆聽。